来关心天气的消息，这10月中旬咧要过啊，要毋过天气要是真烧热。气象署是指出讲，刷落来呢，还阁有热带性的这个系统正在发展，有可能真做是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。即马阁加上这东北季风，礼拜开始会反冷，嘛会开始落大雨。 日头真炎，最近的天气也是真烧热。也毋过气象署指出，目前伫咧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，拍算上紧伫咧17度可能会变作风台风神，连过19个透东北季风，所以食风的东北部和东部较会上大水雨。像是北部宜兰跟花莲，可能除了大雨之外，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豪雨的一个现象。 然后在东南部地区以及在中南部山区，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情形哦。其他地方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。那在降雨趋势的话，预估是从19号周日开始是在逐渐的增加，然后到20、21号这2天呢，可能就是降雨最为明显的时候。 气象署嘛表示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19以后全台湾各地嘛会明显反冷，平均是降温6度至8度，各地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，会较凉冷一寡。周一20号也是会有明显下降的情形，也是不到30度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在北部可能到了周一，一整天的一个高温的话，大概落在24、25度，可能在整天气温就会比较偏凉的情形。 然后预估要到下周3哦，可能气温才会有稍微再回升一些的一个趋势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要爱注意温度的变化，天气要爱到后礼拜3过才会转好。有要去海边的民众，嘛要爱注意安全。若阵风台晚近，沿海会有较大的海涌。记者担心东郑准由台北报道。